如说，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脑瘫了今天你去用捏的时候太小力了我们说好，我们就像刚才那样给他刺的话，他有没有感觉？如果脑瘫的话，你真的这样刺下去，他没有感觉，因为痛的感觉不是手在大脑，所以眼睛有时候也是会骗人的所以这一个小节的小总结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感官去认为我们就是认为它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反观自心，去除私欲，清净无为，于道理是真知正见。庄子说：“其事欲生者，其天机起。”这个天机是指什么？这个天机就是良知我们的真知真见的良知在这边后续来说分享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法国作家莫泊桑，他也是19世纪的人，但是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在政府，他算是公务人员，在政府任职，但是他一边上班一边写作。那他写作的用意是什么？他要用写作来时时的反观自心他要检讨自己，反省自己，所以他借由写作他可以时时的反省自己。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又充斥着贪欲，所以或许想说，刚好这个故事呢，还蛮适合我们这个题目，所以或许想说，应该有时间可以分享那或许就来分享这个法国作家莫泊桑他写的一本书叫《骑马》。刚才我们上学教前行有讲那46章也是所以很多我们私欲都喜欢用马来做形容，野马来做形容这个故事呢，就是主角叫做埃克托尔，他其实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他爱慕虚荣。有一天他刚好额外得到了一笔奖金，他就想说我要拿这一笔奖金来让大家看说我不是那么穷，所以他就用这一笔奖金呢去租了一辆4轮的大马车，还有一匹马，然后他就骑着这一匹马，然后让他的家人呢坐在这个马车里面，他要带他们去郊游。可是他想说，我花钱，因为19世纪啦19世纪是马，那他就想说，可是我要去郊游走那一条路没有人知道我有这样的大马车，我要来走到最热闹的街道上去走。所以呢，他就特别绕到最繁华、最热闹的这个街上从那边经过，就是要显摆就让人家知道说，他不是穷困的，他不是贫穷的。可是呢，就因为他太久没有骑马了然后又小镇的人又太多，这一匹马受到惊吓就不受控制啦，就乱跑乱撞撞到了一位老妇人。这位老妇人的职业是女佣，她是女佣人，她叫西蒙太太。她撞到了西蒙太太以后呢，赶快把西蒙太太送去医院，然后她就被送去警察局了。那医院跟西蒙太太说你这个没事，可以回家了。回家。那埃克托尔呢，他在警察局之后，因为警察说那西蒙太太没事了，就也无罪了，不用关。但是呢，他要支付西蒙太太所有的医药费，这样子。那西蒙太太他就起贪心他说我如果受伤的话医药费有人出那我要假装一下，他就假装故意说我这里还痛，那里还痛你要负责把我疗养好那埃克多尔没办法，就先让他去做短期的休养。你知道吗？
啊，西蒙太太做女佣做了一辈子，她哪有享受到说在疗养院这么幸福啊？躺着睡，睡着吃，而且还不用担心医药费。她的贪心又来了，她的贪心说：“哎，我没有办法动了哎，其实她能动了哈，可是我没有办法动了哎。你知道，西蒙太太在医院住了一阵子，整个人就胖了一圈。等到有一天，医生说哈，你起来走一走，躺太久了，起来走一走。她就真的站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没办法走了，哇，一下子就摔到地上。她原本从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贪这个享受，有人帮她付医药费，她就装病，装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走。而埃克多尔这个主角呢，因为他的爱慕的虚荣心，也让他买了这什么单，让他一辈子，这个西蒙太太也不能走了，她要一辈子晒他，只为了他当时那一个爱慕虚荣，两个都为了自己的贪欲买单。所以这个莫泊桑他在这本书里面讲这句话，他说哈。人最大的悲哀是驾驭不了内心的野马。当欲望不断膨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驾驭它。所以，我们人性中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止不住贪念，抵不住诱惑，任由欲望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真正的智慧呢，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探索和追求。而是来自于内心的醒悟和思考，通过内心的静观和体悟，我们可以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理解整个世界。这种智慧超越了感官的限制，使我们的内心世界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说，出门跟窥游就等于是用感官在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其实真正的智慧还是要来往内求我们内心的醒悟和思考。好，我们第一段有一个小总结，我们继续说第二段，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那这句话我们看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请各位前写念哈，因为或许也要稍微休息一下哈。说透过大家的念，可以让大家比较爱读。然后也让或许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好，各位前贤请念。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在日常生活中，若不向己，转而向外求，离道就越远了。其出弥远，什么东西越远？其知就弥少，当然就是我们的良知啊！离道越远，良知就越少。那离道越远是因为什么？因为十恶嘛，因为十恶我们就才会离道越远。所以十恶有分身口意，身恶有三恶，口意有四恶，意恶有三恶。身恶有杀生、偷盗跟邪淫，那还不会很小资哈。那口恶呢？各位前写哪四恶？妄语两没有声音哎，大家可以开口一下吗？妄语哪四恶？妄语两舌，恶口，其第二呢？贪嗔痴。我们离道越远，是因为我们有这十恶，加一个不就是十善嘛。那我们要符合主题，所以我们要说十恶了哈。我们离道越远，就是因为有十恶。杀生很简单，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伤害众生啊。用偷窃、诈骗、隐私等手段获取财物叫偷盗。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淫乐活动，是为邪淫。这三恶为身恶。口恶呢，有妄语，说假话骗人啊；两舌，挑拨离间啊；恶口，粗言恶语，诽谤他人；绮语，夸大不实，花言巧语，
说你会有的这个都是口恶。那身恶就是贪嗔痴，贪得无厌，妄图占有他人的财产，叫做贪；憎恶、怨恨、愤怒叫嗔；否定因果轮回，还有受到解脱的叫痴。所以我们离道越远，就是因为行了这10恶，所以我们要离道越近。相反的，就是我们来行10善。那么我们道呢，规律可以推出道，还有从我们自身也可以推起哦。那比如说，我们人有7孔，1周有几天？7天。我们人有4肢，1年有几季？4季，人有12节胸椎，1年有几个月？12个月。人有24根肋，1年有几个节气？24个节气。人体的温度36.5度，1年有几天？365天。人体的水分有70%，世界多少是海洋？70%是海洋。所以由自身推起可以推天道。所以在商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臣，叫箕子，他看到纣王在吃饭，他就推出说，这个商朝大概要亡国了。然后箕子的朋友就说，哪有那么离谱啊？你看纣王吃饭，你就知道要亡国啦，哪有那么离谱，那么简单？箕子就说啦，你看纣王他用象牙块吃饭，那他用象牙块吃饭，他会用简单的土锅来盛他的菜吗？不会啊，他为了要搭配这个象牙块，他的碗盘肯定是要用犀牛角或者是美玉做的盘子，才能衬托这个象牙块啊。那他用这样的美玉犀牛角做的碗盘，他会只装萝卜青菜吗？那肯定不是啊，他肯定会装山珍海味啊。那你看哦，他用这样的碗筷装着山珍海味，他会只穿着粗布衣在茅草屋吃这一顿饭吗？不会啊，他肯定是在华丽的宫殿，然后穿这个绫罗绸缎啊、锦衣绣袍来吃这一顿饭啊。由此可见，他肯定会亡国的。果不其然哦，过了几年之后，商朝纣王，他们也是殷殷商纣王他们就整个亡国。所以从什么地方就可以广推所以治广的天下，还有治理的天道，我们由自身就可以把它推进上去了解。所以我们在道场也常常听这一句话，叫天道虽远，尽在身上。六祖慧能说，佛向心中坐，莫向身外求。所以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重点就是在讲这个我们要向内求，而不是要往外求。在六祖坛经的疑问品里面，那个唯刺史刺史是以前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他曾经有疑问，他问六祖慧能，他问说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渡海来到东土，那么梁武帝问他说，他建造了那么多的寺庙，有供养了那么多的出家师父、出家人，有没有功德？那达摩祖师说是无功德。唯刺史对这个有疑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子没有功德？六祖慧能就针对他的疑问就给他回答了。六祖慧能说，你不要怀疑祖师说的话，祖师说的话是对的，因为梁武帝呢，他做的
这一些是向外求，是向外求，并没有向内里面去修行，而是向外求，去做那样的一个向。所以六祖慧能说：莫向身外求啊！我们的佛性一定要往我们里面去修持。还有，坛经里面有这句话：菩提只向心命，而老向外求学。马祖道一呢，他虽然是一个修行者，可是呢，他的修行就是打坐，他其他的他不做，他也不管，他也不听，他就是坐着就这样子打坐，他认为他这样子就是修行就能成佛。那怀让禅师呢，他是明心见性的大智慧者，他看到马祖道一这样子这样子修行怎么行呢？他要引发他的好奇心，就拿了一块砖头，在他的前面开始一直磨，在地面上开始磨，终于把马祖道一的好奇心引了出来。他就问怀让禅师说：“大师啊，您在做什么呀？你磨砖要做什么？”那怀让禅师没有直接回答他，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马祖道一说：“我在坐禅啊，我坐禅要成佛啊。”那怀让禅师就说：“我磨砖是要成铜镜。”马祖道一就说：“怎么可能？砖头怎么可能会成为镜子？不可能，不可能。”他这样子讲，那怀让禅师就要读他了，就说：“坐禅岂能成佛？”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开，这个也是我们六祖坛经里面要跟我们讲的一样的道理：菩提只向心命，而老向外求学。我们的菩提之心，只有往我们内在里面去修，不用去向外面老行老灵的向外求一些假象啊，是炫耀时啊。所以天道虽远，近在哪里？身上。身上。那么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这是一般人对起初弥远，其知弥少的误解。他认为说：“我就是要走遍世界各国，我就会知道的更多。”这是一般人的误解。但是我们出去外面各国，现在都是走马看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当地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他只是去外面看风景，他并没有往里面去修。所以曾经有一个网红他看到一句话，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他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把工作辞了，就真的去西藏徒步去西藏大陆很流行这个可是呢，后来他怎么样？后来他还是一样回到他以前还没有去西藏前的日子一样，朝九晚五一样这样子工作上班，有没有差别？没有，因为这个他想去看看，也是走马看花，也是只是看外面的景色，并没有往内去修持所以，如果我们只观相于世的话，这个相就是我们世间的相。虽然行经天下之理，终亦无所不至。那这边请各位请前念这里就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小总结。好，这个字没看到各位前贤请念。一味地向外追求体验和知识，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智慧。相反，过度的追求外在的感官上的满足，走遍世界，看过一切风景，而忽视客观理性思考，也会迷失自己的内心追求。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向内求，回归本心，反思自己的
行为和思想，以获得更加深刻的智慧和理解。各位浅显这样念一念，是不是比较不会爱睡觉了？有差哦。那最后一段哦，是以圣人不喜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要念不见而明也可以的哈。那么这一句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就是这样子。这个字面上的解释，请各位浅显再念一下哈。好，所以圣人不用亲自经历就能推断出事理，不用亲眼看见就能明白天道，不用刻意去做就能成功。所谓的不喜而知啊，就是不出见知天下。那么不现而明，就是不窥有见天道。所以要达成不喜而知、不现而明、不为而成，是要圣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境界。那我们反推回去，我们刚刚也有知道了嘛哈，刚才后学讲了有1个小时多了。那不出户知天下，不窥有见天道，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也就是圣人。所以我们一般人才是透过刚才后学讲的那一些的方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参透真正的知见哦。那这边可以达成这不行而知、不现而明、不为而成，要达到圣人境界。那所以我们就要先知道了圣人，何谓圣人？如果4个字就可以解释了哈，才德全尽。可是这样是不是不太浅白？所以后学想说好，我们用更浅白的来理解什么叫圣人啊。好，何谓圣人？这样子就有够浅白了哈。能够让天道完美的在自身呈现，就叫圣人；能够让天道自然指引自己的行为，能让生命在天道的作用下自然完美运作的人，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和生命状态的人，就是圣人。然后圣人才能够达到我们是刚才说的不行而知、不现而明、不为而成。有的版本写不为啊，好，那何谓圣人？我们这里就以至圣先师孔子来看说，为什么我们孔子说他是孔圣人，他是至圣先师。至圣先师，因为他的精神跟他的学说就是达到圣人的境界。他有4样最出名的学说跟精神，大家念下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厌，孔子在学道，他都没有停止。他在传道成全人也没有，也不会停止。他学道永远都不满足，会一直学。他毁人，他也不会停止。他看到谁，他就成全谁。但是他有教无类，但是他在成全人的时候，他还是有看这个他的资质跟兴趣所以叫因材施教。他在教育人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你的贫富贵贱而来所分别，不管你是有钱没钱都好，只要你肯学都好。那你是什么样的才智，你什么样的资质，什么样的兴趣，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你。这就是孔子。所以孔子的学而不厌，他在学道他都没有厌倦，没有停止。所以他曾经3次问道于老子。那时间，第一次，那时候孔子还很年轻，他在周朝任职。那么他听说在洛邑，现在的洛阳，也就是当时周朝的首都，有一个人呢，他很有学问，有明道，
所以他就特别去洛邑要去拜访老子。那老子当时的职务呢是守藏史，也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样的一个职务那孔子呢去拜访老子的时候，那时候的周朝礼乐制度大概都废掉了，所以他就要请问老子，他说现在的礼乐已经废掉了，人心不古，那到底要怎么样呢？他觉得忧心忡忡那老子呢笑而不答，就零星的听他在诉苦。那走到了黄河边，老子就说：“你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德性呢？”孔子问：“水有何德？水有什么德性？”老子说：“上善若水。”老子就说水有3个：强大、变通、鲜卑。说水看起来很柔弱，可是它却能滴穿卵石这是水的强大。然后水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流向，能够依地势而流动，遇到障碍还能够迂回而过，有决口就奔流，顺势而为，这是水的变通。那么水呢，无声的滋养万物，但它却不争不抢，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不显露自己的锋芒，这是水的谦卑。老子就跟孔子说：“你要学习水的德性因为当时年轻的孔子他比较浮躁，所以老子在劝孔子要像水一样的收敛起自己的浮躁还有张扬。因为时间快只剩下10分钟，或许要讲快一点点，因为或许觉得那首道歌很棒，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听好，第2次去问老子呢，当时孔子已经34岁了，34岁，那老子也准备要归隐了，要退下来，要去隐居了回家隐居。那时候呢，孔子就问老子说：“这个人正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对人生感到迷茫，我这个人生到底要何去何从老子就跟孔子说：“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都遵循着兴衰变化的规律，人也不例外。自然而生，自然而死，顺其自然。”那孔子又问老子说：“可是我担忧的是这个仁义不能施行于天下不能有益于老百姓他的担忧。”那老子就跟孔子说你看孔子要去问到老子的时候，其实第1次的时候，孔子就已经回去之后就3天不说话，因为他觉得老子就像一条。所以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3观。3观是指哪3观？各位姐姐？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好，那各位姐姐，你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没有说宇宙观。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世界观是什么？因为时间关系，后学没有办法听你们的3观那后学就简单讲老子的3观。老子的世界观就是道，老子的人生观是圣人，所以在《道德经》大概有30多段都讲到圣人。价值观是什么？是无我们人都希望有，但是老子的价值观是无。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俗语，大家念一下好吗？好。健康赛过新台币，快乐胜过当皇帝。莫问世上谁福气，无病无灾排第1。那在《道德经》里面，我们看这个努力的努其实在《道德经》里面，老子的观念里面并没有努力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说《道德经》没有努力的概念，我们就不努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六祖慧能，他不认识字，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就不去读书对不对？我们是要了解说圣人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先去明了。在《道德经》里面，其实没有努力这个概念。
努力的努是什么？